跟住落嚟頒啲大獎咯喎！我哋請我哋嘅頒獎嘉賓，雅虎香港總經理及東南亞印度業務副總裁陳啟滔先生 Rico 為我哋頒獎，有請。好啦，首先揭曉就係今年度嘅票王票后。大家得到呢個獎當然咧係喺我哋之前嘅投票勝出，一口氣為你公佈Yahoo搜尋人氣大獎2016人氣票王鄭俊弘，人氣票后鐘欣棠阿嬌。先咁阿 Fred 先啦，好多謝阿 Hu， 好多謝大家。其實呢個獎係屬於你哋嘅，係你幫我投翻嚟嘅，所以我係代你哋攞呢個獎，多謝晒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阿嬌，首先要多謝阿 Hu 頒呢個獎俾我，同埋要多謝我嘅 fans。呢個獎我連續攞咗6年，所以好開心。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支持我 ，thank you。好，大家繼續努力支持你。咁啊，除此之外咧，Yahoo搜尋人氣大獎2016最具號召力嘅香港組合就係 Twins。我哋請 Rico 為我哋頒獎。好啦，咁啊，代表阿 Sa 同大家講幾句啦。好開心可以攞到呢個獎啦，呢個獎好感恩，真係好感恩。阿 Sa 因為唔喺香港，所以今日我代表佢代表 Twins 攞呢個獎，多謝你哋 ，thank you。再次恭喜Sa嬌。咁啊喺呢一度咧，我哋將個台咧交俾我哋嘅人氣票王 Fred。多謝大家。呢個獎係你哋嘅。找300本天缺地震，你無間斷未懼世上裂痕，回頭望着你心，便明白這個世界太動人，默契又平穩，是你能安撫我內心。生命中的一個能完全貼近，你堅持萬有的牽引，在你眼中明白永恆。幾多年生亦都只想你能成為責任，你的吻是我睜開眼最大原因。我知道愛就別遺憾，留住你就別再管未來的厄運，閉着雙眼被光密雲，誰人留心？幾多年人生又找到幾個能完全貼近，你偏是萬有的牽引。在你眼中明白永恆，幾多年生亦都只想你能成為責任，你的吻是我睜開眼最大原因，終於可放心，只問如還剩也可相襯。Thank you，多謝晒 ，Merry Christmas，Happy New Year，拜拜。